有冇試過一朝早起身，突然收到一個好壞嘅消息，一個令人心寒甚至絕望嘅訊息，好似打沉咗你成個人咁。喺聖經列王紀下第19章14節，記載咗希西家王一個智慧嘅舉動。佢收到亞述大軍嘅威嚇信，內容充滿狂傲與嘲諷，簡直係死亡通知書。面對呢個極度兇險嘅困境，佢冇選擇驚慌失措，亦冇嘗試靠自己嘅能力去反擊，反而做咗一個非常特別嘅動作。佢將封信帶到耶和華嘅殿，喺神面前展開。呢個舉動唔單止係一份交託，更係一份信心嘅宣告。佢深信，只有神先可以處理呢啲超越人所能應付嘅挑戰。當你面對壞消息，感到無助時，不妨學習希西家王，將你嘅信展開喺神面前，將你嘅恐懼、擔憂，所有嘅重擔都交託俾他。因為神係愛，他必會親自為你處理，帶嚟意想不到嘅平安同出路。